多谢各位，这对白沙屯妈祖的进香真侪民众是日夜对暝啊行，这对着体力是相当的考验。有行人卡行到忝了后，半暝直接伫路边伫困，有的人是活伫护栏边啊拢无物件伫炸，看起来真危险。有人因为天气真热，走入去个卖场内底，有真侪人直接就倒伫这个涂骹，有的人伫个电视用这个天道内底伫困，互世界民众一直害头。 三行路进香香灯卡，暗时行到忝啊，直接倒伫咧车路边。另外一个是我路边护栏坐了个休困，也毋过现场无任何保护，或者是警示，卡数若互车弄到，代志就大条啊！超过32万人报名白沙屯妈祖行路进香的活动，日夜行，暝夜行，考验民众的体力。 有一寡民众对袂到新旧的脚步，直接倒伫咧车路边。要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哈，不要让那个妈祖担心哦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身作则，把自己照顾好。民众若行了会忝，都尽量行较安全，或者是空旷所在休困，莫倒伫车路顶，较袂发生意外。巷子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。警察局、派出所，你说 7 的门口那个，就是如果有取得店家的同意的话，光线也比较充足。 休灯卡上好是当做伙行，互相照顾，互进香的过程平安个圆满。另外，民众发现绕境休困的乱象，也阁有遮。卖场、户外用品区，有人直接倒伫涂骹，也阁有人将卖场电视布棚当作是免费眠床。就不要躺在里面走到，我觉得都还好，外面没关系。白沙屯妈祖回銮，日头赤炎炎，来到31度。 到6市这间卖场有冷气，也有便所，环境清气，民众拢走入去吹凉。是讲直接讲倒伫卖场的涂骹，若足歹看，嘛影响到其他民众世界环境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